为了要拍炒房进前，行政院通过囤房税2点控，毋是家己住的厝改做全国总规户。全国的这个总规户，这税率是9到2%到4.8%。早起财政部长曾翠云伫立法院财政委员会表示，房屋税的差别税率2点控，就是希望让这持有税率走向合理化。台湾厝价贵33，造成民怨。政府嘛小连续提出压炒房的政策，前一日行政院通过的房屋税条例修正草案，也就是囤房税2.0。毋是家己住的厝，改做全国总规户，税率由目前的1.5%至3.6%，扭悬做2%至4.8%，而且要求地方政府拢应该按全国持有户数制定差别税率。而且全部累进扣税。社会各界常常认为我们的房屋税的持有税率过低，那我们是朝向一个合理化的走，包含对于自住单一自住，我们要减轻它的税负；那对于有出租的，我们也让它用比较低的税率；持有太多的，那我们会采取比较高的一个税率。我想这个部分都是朝向让房屋的市场走向一个健全的一个方向。除了针对大的厝，分做家己住甲毋是家己住的。这个修法，甲建商起好，毋过也未卖掉的换厝，也就是代收移厝的税率，上加限制为1.5%提悬到2%。若超过2年的税率上悬，可能会到4.8%。有建筑业建议，合理的销售期应该爱5年。目前已经实施差别税率的县市，它对于销售期有1.5年的，就1年半，也有3年的，所以我们取折中，在这2年里面，建商新建的房屋去做销售，我想这是合理而且有必要的。因为中央银行无过进一步提出信用管制，敢是代表房市进入较稳定的情形。针对这点，曾翠云讲，边境地权条例上路了后，预售厝成交量明显减少，房市是继续稳定，量缩hạn。期待房市会当慢慢走向健康的方向来发展，莫阁正做钱加钱的目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